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只是邀请你，把你的手机关静音，还是先关起来，免互咱叫着咱今日做礼拜的心情。感谢主，互咱会当做伙伫圣殿当中来敬拜伊，来学罗咱的主上帝。伊是看伫一切学罗的主、尊贵的主、荣耀的主。只是咱真心刷走一切骄傲，互咱就单单来专心注目主的心上，求主开咱的耳，开咱的心，以心灵甲信息，咱做伙来敬拜伊。求信心即时就自由来运行伫遮。求主感纳咱的祈祷甲敬拜，互咱今日拢得到伊的话语。伊的爱离开的时阵，心内拢平安。感谢主，感谢主会当时常牵着咱的手，互咱袂离开伊。这条路有伊，甲咱做伙行。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咱只是为着咱家己的罪，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祈祷，咱当心开嘴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我努力，希望你属你，希望你努力，我恳求你来赦免我的罪，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献上祈祷。主，感谢你，我努力，哈利路亚。所在咱为着国家、社会、世界的局势，复兴台湾正教会，会当正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咱为着这两项的祈祷，咱献上，咱当心来祈祷，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亲爱的兄弟，我感谢你，有你是掌管万民主，主啊，感谢你，你领超过人的思想，你给我是美好的。今日你阮来到你他前，为着世界局势，阮社会乱象，你伫所听台湾来为你祈祷。主啊，感谢你，我你，我恳求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掌管万邦万国的主。你的智慧超过人的思想，你的计划是美好的。今仔日，阮来到你的面头前，
为着世界局势、社会乱象，愿伫阮所听的台湾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保护洗清阮一切罪过，求你赦免这个土地的罪，医治人心的破碎，互人悔改归向你。愿你的平安临到战乱的所在，愿你的公义伫列国的政府当中来显明，兴起有灵敏、有智慧的领导者，照你的旨意来行。特别愿为着台湾正教会来祈祷，求你的信心大大运行，互教会来当兴起，复兴回转归向你。主啊，愿你兴起忠心的牧者甲信徒，勇敢传扬福音，做社会世界的光甲盐。愿台湾的教会成做传福音的出口，传扬主耶稣你的救恩，互更较侪人会当明白你，接受你的爱。求你使用阮一代信徒，为着你来做工，为着你来发光，直到永远。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所在的咱为着家己、甲教会兄弟姊妹，咱献上咱的祈祷，求主保守咱的心，无受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愿望，甲厝内底的人会当关系，会当和睦，有破碎的关系，求主落来咱厝的当中，来成做咱的润滑剂。咱嘛为着家庭生活的心灵，咱献上祈祷；为着咱的工作、职场、甲学校、甲同事、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我嘛为着经济稳定，解决咱有欠缺的财务的困难跟冤嘛，当心来祈祷；嘛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心灵有破病，还是厝内边有心灵有软弱的健康需要医治的，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咱的上帝来祈求，咱当心出声来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为了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我来献上我的祈祷，求你保守我每一个人的心，无受对你的攻击，无受诱惑，无受压抑，使我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经过我的信息，使我的温暖。主啊，我恳求你祝福我们，不论是夫妻、父母、兄弟姊妹，拢总合有体谅、有听谈。愿你的听充满每一个人的厝内面，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心里。主啊，感谢你，我努力，我恳求你。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为了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无受对敌的攻击，无受搅扰，无惊吓，使阮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坚固阮的信心，使阮有活泼的愿望。主啊，嘛去求你祝福阮的家庭，无论是夫妻、父母、囝儿，拢总有合无甲体谅，有疼痛，愿你的疼充满每一个人的厝内。以致阮每一个家庭生活的心灵，求主也帮助阮的工课、学校、职场中人甲人中间有好的关系，有智慧，有忍耐。求主面对每一个挑战，若有人受委屈、受困扰，求主你亲自来安慰，加添力量。主啊，求你看顾每一个家庭的经济。若有财务困难的、负担沉重的，愿你开路，使路稳定供应，互欠缺的，互阮伫个困境当中，悠然经历你的方式甲信息。最后，求主你来医治身体有病痛、心灵软弱、心灵忧伤的，愿你大力医治的大灵，圣手亲自来抱着因、扶持因。医治因，也保守阮的亲人身体健康，每一日拢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
着无这团队中一档工，服侍团队甲团队首长干部，我有属灵内的恩赐，服侍智慧，有智慧有能力，为着教会属灵气氛，较无信灵，愿咱赐予咱有基督的大能，互咱会当欢喜介意上帝的话语，定定来读经，来敬拜上帝，嘛为着大使命的事工，传福音，带人归主。最后，咱来为着庆祝咱社教54年的大项事工，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最后，总感谢你是阮主，你是阮的王，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我感谢你拣选阮，定做你的百姓，嘛使你教会真做你福音的出口，因为你阮同心合意，为阮教会牧者团队中一档工，服侍团长、高团体首长，甘来祈祷，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求你来看顾阮，求你来创锻炼阮，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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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真做你的囝儿，你的百姓，嘛使你教会真做你福音的出口。今仔日阮同心合意，为着阮的教会牧者团队中一档工，服侍团队和团体首长干部，阮来献上阮的祈祷。愿主赐因每一个人有属灵的恩赐，有对你遐来智慧、能力甲谦卑的心，拢做工无野心，忠心来服侍你。主啊，求你赐福福建教会每一位信徒，拢有一个较无你的心，愿意亲近圣神，有活泼大灵的祈祷生活，欢喜轻读圣经，拢有对你的话语来会较无，时常欢喜敬拜无如主。主啊，我嘛为着大使命的事工来恳求你，愿你兴起更较侪勇敢传福音的门徒，愿福音的种子传遍阮的社区、家庭、学校一场，愿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社团的基地，成做万民得救的祝福。明年是阮教会设到50许年，愿为一切庆祝甲事工，阮献上祈祷。求主亲自掌管，带领每一项计划、每一项活动，互阮毋但是庆祝过去的恩典，搁较侪是有比进入你所应允的未来。主啊，愿你的名伫福建教会得到尊重，愿你的国伫阮中间，完全领导，愿你的旨意行伫阮中间，亲像行伫天顶。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搁爱行，我需要你来
请你看见我的手，莫离开我，因为这条路我需要你甲我做伙行，我需要你来甲我做伴。哈利路亚！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不是我的行，不是不知安怎行，不是敢若听袂着你的声。看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悠稳悠行，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你来我的行，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你来我的行。哈利路亚！感谢主，时常看着咱的手来行。这时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咱来唱这首。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你救赎我的心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你带我，耶稣我苦痛，我何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我拯救的主，你救赎我的心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你带我，耶稣我苦痛，我何你？哈利路亚！咱大声来欢喜唱歌来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大声欢喜唱歌。大声欢喜唱歌，唱上我的歌，大声宣告哈利路亚，爱到主我做主。
4首。我是无路之冠上帝，安宁阿拜伊卡的，上回伊的下面我，咱用乌罗来分我，乌罗敬奉，乌罗敬奉，乌罗永远我君王。我要学了天顶至源稳定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阮是你创造，是你所属的羊。所以当阮归向你的时，阮知我要经历了上帝你无限的稳定甲疼痛，也要经历了主你无限的赏赐。所以当阮心柔软，心刻薄。追求到你面前的时，阮就要正做你至宝贝的囝儿，受你的恩典，受你的祝福。主啊，伫这个世界，阮生活中无法度人避免，也是拄到的这个灾难啊，甲挑战。阮知影有你通瓦靠，阮就有气力通赢过这个最的征战甲苦难。所以，阮以后要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你圣神施了恩典疼痛，伫阮众人的中间，特别伫这个风台来的时，阮大家有主你通瓦靠，阮的心就要得到平安。主啊，愿阮今日来到你面前，虽然有风雨，总是阮犹原专心致意，要迎接主的恩典，来敬拜阿乐，也愿阮会敬拜真侪芳芳的祭，伫主你的面前，主你的圣神来掌管。今日所有的敬拜，和阮所有一切荣光拢归于你，也愿你亲自赐福，伫每一个心慕、渴慕、追求主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你面前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要请咱犹原徛底，咱今日要用尼西亚圣经来纪念、来告别、来学习主所教示。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世代以前，
对白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小在小女玛利亚出世真做人。伊本着比勒多任内为咱定十字架，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当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道、主道的教会，阮各背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各活，来世活命。阿免。大家请坐。讲兄一个平安。伫咱煞接。下面的听书牧师做一个欢迎邀请吼。第一就是讲，咱今仔日有这个异地祈祷的时间，小等下咱讲道煞，咱有这个吟诗的时阵，咱要请所有兄弟姊妹受感动到主面前，来接受异地的服侍。所以咱请咱大道同工、长老、小组长，包括执事吼，你。有备办好，咱到主面前来为着这个服侍者祈祷，请兄弟免客气，伫5楼、4楼，大家做伙踊跃吼。第二，今仔日是咱这个主日的夏令营吼，这个献诗因要将因家己学习的伫咱中间献诗的时阵来表达。咱有足侪位是咱主日这夏令营的家长，毋知家长伫倒会手阮看一下好无？咱的主日小朋友、夏令营的家长。咱也泡泡欢迎因哈，咱看一下，等下看一下小朋友这个安尼活泼的表现，你会感觉讲哇，3、4天吼有足好的这个学习的成果。佫像咱今仔日是这个咱更生团契用心中如之家吼，佫包括今仔有几个少年的吼，是对同来的日光少年吼，因今日伫咱中间参加礼拜，小等下伫第1场甲第2场中间，因要伫1楼的所在做预备，咱嘛请永兴中路之家甲日光少年来徛起来，阮甲恁欢迎好无？好，感谢主。所以今日下礼拜足特别，请坐，真热闹，嘛足欢喜，拄伫暑假的中间，甲遮个细囝、小朋友做伙欢喜、感恩吼，咱甲时间到，咱师会煞接咱今仔日的礼拜听书。启应，我来启会众内应。启应文第29篇，诗篇119篇，行为无通指责，真有福，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予我无行曲解的道路。求你予我无意爱曲解，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是无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会发出光。
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牵受一切荣光、尊贵、关灵甲大大的恶乐。上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庇力所，众山也未受造，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就永永远远是阮的上帝。求你教阮数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伫过去的4天半，你互即届的天才好管家理财夏令营顺利完成，阮感谢你。耶和华上帝，求你纪念富强教会主日学老师、家长、爱餐团队、学务师、家务师、詹姆师，甲所有参与的人，因听即群囡仔亲像主听阮，伫事工顶面做工做盐，产生水的影响力。虽然讲主你拢知，你拢纪念，但是阮嘛要献上阮的感谢，阮嘛要献上阮的学乐。恳求你继续看顾即群囡仔，伫因未来人生的路，引带因做一个忠实、良善的好管家。耶和华上帝，你的宝片要伫人的中间，你要甲阮同在。主啊，阮恭敬伫你的宝座前，要敬拜你，要倚靠你。你知阮心内的需要，也知影阮为着生活、工课、未来有烦恼。求主减轻阮心内忧闷重担，帮助阮知影，伫你的面前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有永远的快乐。求信心掌管我的心，因为主你讲，你来是要互阮得到活命，得到真正的丰盛。主啊，阮真正需要你带阮行，需要你开门，需要你所赐的好机会。阮信靠你的应允，因为你看顾赤只仔，也会看顾阮。主啊，阮是要用信心来仰望你。阮将所做的代志，所接触的人，所拍开的门路，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你若应允，无人会动；你若开门，无人会关。求你保守阮的心，因为阮知你是信实佮听阮的上主。你的事就是上好的事，你的安排无早无慢。主啊，近来天气变化真大，无正常，有大火、大水，嘛有大雪，制度卡条的，无法度运转的一些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共款的难关。主啊，求信心引带坐官位的人，调整脚步，敬畏你，有智慧，有正直。有听人的心，无为家己，嘛使用阮的教会，成做你的器具，成做祝福的管道。煞者，阮也为着当完成手术、身体欠安的人祈祷，求主互因有好的胃口、好的困眠，甲好的吸收能力。因为你讲，欢喜的心是好药，你享受的平安是因的倚靠。求主坚固陪伴每一个家庭度过整个的过程。今仔日，阮嘛要透过学务师的讲道，继续学习操练敬虔的方法甲态度。阮要啉主要互阮的水，阮的喙就袂阁喙焦，因为主要互阮的水会伫阮的心内变做活水的水泉，一直沁出来，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明年是富强教会50喜年，阮将每一个活动、事工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赏赐阮气力，互侪侪人听到你的好消息。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顶。阮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圣经今仔日有2位圣经节记载伫提摩太前书7章甲第4章7节到第8节。
为着健康的生活，要继续操练家己。操练家己有淡薄仔利益，毋过健康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金甲将来应允。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雅各书1章22节，要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干那听道理就好。圣经读到遮，现时咱请夏令营团队，因要所献的诗歌是美好的命定，我已得自由。天才好管家，讲到咱请夏牧师，伊要所讲的题目是行道实践与敬虔操练。
章10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丰富的恩典，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更是天才好管家。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家遮的小朋友，搁一边甲因拍拍啊，甲因鼓励，嗨。嘛真感谢咱所有的家长吼，安尼逐日吼早起的英暗吼，拢甲因接送，或者囡仔来遮有真美好的学习。虽然外面吼，伫即礼拜有真侪落雨的时间啦吼，所以上帝使咱一个安尼地下性吼。较大风大雨拢无感觉，都大家足快乐安尼吼。所以对早起的8点，到下晡5点吼，这4点，这实在上帝恩典。咱也通过遮的小朋友，因伫遮所得到的学习，今年的主题足特殊啦吼，就是讲天才好管家，拄在因咧唱歌，就是对细汉的时阵，互遮囡仔都了解要安怎管理即个钱，钱是中性的，但是你安怎用？差别足大，有人较侪钱都无够用，有人感觉讲这钱真宝贵，用了足快乐，足富足的，这拢是对细汉都要养成的习惯。咱毋望这4天的学习或者是细囝，今仔日要结业啦吼，特别有真侪20-30位是咱社区的小朋友，愿主继续赐福因，互因领受的这个，毋是干那一个一生实用的知识财物。而且也有主的听、主的信仰伫因身上。咱要做伙来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做祈祷。
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疼，互阮伫风雨中，有阮有主你的同在甲保守，这是阮对你领受上大的祝福。主啊，阮也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的话来学习敬虔操练的要紧，以及阮甲主相同行，领受迄个上至宝贝属天的祝福。我们三个学习，愿主你亲自来带领、引带、来感动阮伫你面前所领受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看到这个主题，咱知影伫这几礼拜来，咱都用同款敬虔的操练各层面有8项实践主迄个敬虔的道理来学习。今仔日咱要最后伫这个暑假7月开始，咱做伙领受这个，大家有分3甲来进行伫咱敬虔的操练，有侪需要鼓励甲学习的，也愿主通过今仔日的学习，咱伫今年咱能行一个安尼敬虔操练，更较进一步的习惯。咱有读圣经节。这个经节，咱提摩太前书的4章70到80，这是咱这几礼拜拢有读的主题吼。我要招咱来读一遍，你会较有印象，好无？咱对70的后壁段，咱预备来，为着敬虔的生活，要继续操练家己。第8节，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讲敬虔的生活都要操练。这个意思是讲，身躯的操练有利益，毋过是有限；但是敬虔的操练是永久的，佫有生命活命的应允吼。今仔日咱有佫读到第2段吼，的经节嘛真短吼，雅各书1章22节。这嘛真短，咱过来读一遍会较清楚。做伙来，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讲着实行道理，甲实行落去，毋通骗家己。意思讲，家己讲拢家己安慰的啦吼。简单听就好啊啦，听道理就好啊。伊讲都爱行道理安尼。咱所三个学习的，就是对中会推动这个敬虔操练的8步，咱拄则有读到这个经节讲，敬虔是哪有利益？毋那是伫咱生命有利益，嘛是生活的应允、后命的应允。讲到这，咱兄弟姊妹拢有一个理解吼。咱真侪代志，咱做真侪代志，拢是出自你的动机，对毋对？比如讲，我即阵感觉到讲吼，安尼倒一个路边摊的好食吼，你一旦若想到吼，你好像无去食，就感觉这代志袂解决啦。迄就是一个动机。有真侪代志吼，你感觉讲，这个应该做，无应该做，有时是足侪代志是毋免做的。但是你有迄个心理，有迄个心意甲动机，你就想要去做。但是，若是迄个动机是对你的生命有利益的，对你的健康是有利益的。对你人生是有利益的，你甲训练做一个习惯，安尼你就是逐日拢在往这个目标咧迈进。你若迄个动机有小可差错，也是无法度人真正帮助你，你会惯死伫遐，会愈立愈深就对。这就是咱要推动敬虔操练迄个上重要、迄个核心的目的吼。所以咱这8步，事实毋是困难。是你有心要做，还是讲要做看嘛呢？互我会当更较进一步来操练无？咱这3张图，咱拢有用图卡送互咱大家，外面嘛有搭。中间一张就是专门针对兄弟姊妹的吼。今日咱要做一个结论啦，就是讲，啥中会安尼遐功夫，就要推动这个敬虔8步。这个代志是毋是一个活动？就像烟火扑一个，就过啊。事实，这个敬虔8步的操练，就是中会有一个足深的心意。咱280几间的会友吼，大家人感觉讲这有意义，
这真对我有帮助，大家做伙来操练，就亲像讲，咱大家要做伙训练讲，咱的运动较进步，咱的体力更较好，咱的肌肉更较结实，大家做伙来努力。一个咧拍拼，有可能无够，做伙做伴，做伙鼓励，做伙来操练。安尼你就会互相督促就对，互相来鼓励，互相来提醒。他有一句咱常常听见的话啦吼，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咱拢真熟，因为这句话是出名的英国的哲学家所讲的。但是这个知识安怎加做力量，这就是咱今仔日大声要想的。英国的这个哲学家叫做法兰西斯·培根，伊一句名句就是讲：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当时迄个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伊讲的目的是讲，这个迄个时代社会有真侪人是知识是无完整的，是毋捌的。所以你若捌，你就有开力。所以迄个时阵，迄个时代，但是到今仔日 ，Google、AI 一大堆知识。你免讲读博士啦，我若会晓是操作这个手机啊，我就知识甲你要差不多啊。咱顶礼拜咱的艳芳姐妹吼，有甲咱的上年吼，讲来研究 AI 啦。大家咱这长辈哦，学啊欢喜甲，来甲家己的少年时代的图的相片哦，甲输入去，一张一张拢这绅士淑女拢出来安尼。你想到啥要甲问吼？讲什么？你若要讲你的心情的故事，人 AI 咪来甲你讲安尼。这什么意思？即马知识吼，若有用咱的话讲，知识越来越廉价。毋免去倒去读大学，一寡知识你都拢有啊，伫线上都拢有啊。所以咱今仔日特别是现今这个时代，知识的传播，若有心要学的人，敢若网络你都学袂了啊。所以要咱互伊真做开力。就是行入咱新的时代，一个真需要去提醒的所在。因为伫经验上啦，经验上，真侪时阵知识无完全拢等于是力量，无完全是。怎讲呢？有一寡数字，互咱会有即款的感受。咱台湾的金融研讯学院伫2022年有调查，讲有7成的少年人。有迄个理财知识，拢知，就像咱今日小朋友，因来4天的天才好管家学了啊，等于是父母也无咧甲训练啦，囡仔是讲我学就来遮快乐唱歌食好食的，安尼转去都袂记去用钱的习惯嘛是照顾爸爸妈妈也无甲伊讲你伫主日都夏令营上的即个讲你都爱一部分来欠起来呢，一部分来做公益呢，你有安尼做无？若无做，就是回归原形啊，敢毋是？伊讲有7成的少年人有理财知识啦，但是超过一半无法当转做实际的行动。意思讲有知毋过都无做少年人无钱嘛是无钱，月光族啦，靠霸族啦，然后佫继续。但佫有一个调查，就是国健署，伊调查讲，大家人拢知运动对身躯健康有利益，但是伊调查讲实际在运动的人口，也是讲常常在运动的人口无到1/3啦。青少年靠身体用也免运动所以20%以下。这是咱台湾实际研究的咧，就是讲大家知影爱迄个财务会晓管理，爱运动，但是实际效果、实际进行拢无啦。美国有一个中央的迄个疾病管制局有调查讲80%的人知影讲爱少糖少油多运动，但是会当持续的持续1年实践的无到20%，100个无20个照安尼做的啦。拢有拄着拄着就讲都有病发病医生讲袂使啦，勉强都已经拄着无安尼袂使伊过来就身体开始艰苦呢。
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甲咱讲，咱毋通伤靠稳，讲我知，吼，我知无效，就是讲我要做。啊，这进行到这，就是有实际学术的研究哦。有一位两位美国的教授吼，斯坦福大学这出名的大学的教授，因做写一本册，讲知识甲行动的鸿沟啦，知识、知、捌，甲要正讲要做，中间一个交足大安尼。伊研究是企业，伊讲真侪企业甲个人常常知影应该要安怎做，但是无去做，知要做无做。讲这个落差，互这个组织、互这个机构、互这个公司袂当进步，个人呢嘛袂当提升就对啦。讲这是上大的障碍。所以讲到这，法兰西斯培根讲的知识就是力量，毋是毋对，但是爱加上一个前提啦。特别今仔日这个时代，所以后来有共款出名的学者伊安尼讲。美国的教育家就是咱知影出名的杜威，伊讲知识若无转做行动，就是等于无知识。安尼即句话更较坦白，你若无行动哦，等于无知识啦。吼，若用咱今日这话来讲吼，就是讲哦，头壳足大粒啦，头大四肢吼无力安尼。读讲哦，大项拢吸收足多，毋过手都无力通做，骹无力通做，通行，头重脚轻。这个出名的管理学者叫做彼得·杜拉克，伊嘛讲类似的话，伊讲知识本身毋是力量，毋是力量，本身毋是力量，伊就是一个物件伫遐，但是转化做有效的行动的知识才是啦。知识加上行动就对啦。这两项袂使偏差，你若毋对的知识，你做毋对去啊，你嘛毋对，嘛无好。你的知识无正确啊，你做错误，无彩你都无用。但是你有正确的知识，佮加上有效的行动，才是安尼。这是咱这个话伫这彼得·杜拉克所讲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这几礼拜咧推动敬虔的操练，你就了解讲，事实这8项大家嘛知，但是你有去做无，较要紧。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咱常常过度的这个简化、较误用啦吼。因为敢若知影袂当改变生命，真正的快乐，毋是知影什么，是实践什么啦。知啥货实践什么？事实这个无什么深的道理。我相信咱在座若是教囝的人，上会当体会到这项。咱教囡仔生活安怎用，开钱要怎用，读册安怎读。囡仔若个因就讲我知啦，你即句你就甲应落啊，讲知就知咧，去做啦，咱拢实际安尼嘛。所以真侪生活的知识，咱拢爱去做。咱今仔日咱的夏令营有去学到遮尔多宝贵的知识。事实这原始的迄个理念是对圣经来。上会当实践着圣经的，就是咱知影有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因对细汉伫家庭内面，因就是甲这个有效有路用的知识伫家庭的中间实践出来。所以因一面教导因的囡仔，就爱照起工来读五经。圣经的教师，因的指导一方面，伊嘛教伊讲安怎互你的钱活用。所以对囡仔开始引导，拢已经学习着啊。甚至伫细汉都会晓安怎做生意。所以咱讲犹太人全世界上好野的人，毋是因有啥物才能啦，是因为以前对细汉就养成习惯，因为犹太人。这两三千年来，拢是在逃亡嘛，因亡国，所以因伫迄生活逼迫的中间，因家己就互相提醒操练。讲你带金银财宝你敢若喺道难咧走你保存会条，加好康，人若甲你迄个对的甲你梳查，甲你
甲你手夺去，你要哪扣，要哪欠？伊讲带会走的能力才是财宝。犹太人家己安尼讲，因为因家己的生活就是安尼。早会叮当的迄个技术才是财宝，就是讲你有知识，啊，你阁有迄个技巧，啊，所以你走到倒吼，你拢毋惊去夭着。啊，你若身躯地一大堆黄金宝石吼，啊，半路无去啊，你就规个拢无去啊。啊，这是犹太人的生活哲学，迄嘛是因对苦难中所操练出来。但遐尼是袂，知识咱都爱甲运用有实践，就是咱拄只雅各书1章20节所讲的。只是恁都爱行道，毋通单单听道，家己欺骗家己。这是好学本，大家拢会晓背的对啦。经则讲，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真清楚甲咱讲，听道的人若无去行，就是咧骗家己啦。啊，咱拄则有读过台语的吼，这段经文。所以，咱常常掠做我已经知，掠做你就是已经做到。啊，这就是上大属灵命的错觉，知啦。啊，这嘛是魔鬼的陷阱。以早咱捌讲过吼，台湾的教会的会友有一个口头语啦，讲啊，你是听道理的啊，吼，啊，听你有点仔对你尊敬啊，讲啊，你听道理意思讲你有去教会安尼。啊，当你听到这句，人甲你讲你是听道理的吼，事实人后壁无问是讲，啊，你有行道理无？你有甲道理行出来，啊是你听，啊，咱台湾一句话啊，讲了足粗俗，伊讲听罔听，听对家只偏安尼吼，啊，就听就无用啊，无咧用啊吼，啊，你的行为行做，无真正实践伫你的生活中间。举例，咱拢知影，你参加健身房的会员啊，暗捌去报道啊。啊，你买维他命啊，拢放伫遐，互伊过期啊，毋捌咧食。啊，你吼讲倒位的有机蔬菜真好，啊，你也转去也无要处理啊。啊，你哦，这本册真好，人甲你介绍，啊，你有买你都无看，啊，你等于有做哪无做的就对啦。所以下日即位，今仔日咱要邀请会友做伙来实践之敬虔8步吼。啊，毋是，咱之前有讲过，毋是讲教会要加什么功课互你啦，加什么要求互你，是要邀请咱大家借即个机会，大家做伴有伴啊，大家做来杀啊，大家做伙来努力，啊，互咱提升咱属灵的灵命的进展安尼。所以咱配合中华介绍推广的敬虔8步吼，啊，咱。搁复习一个，拢真简单。第一，每日灵修；第二，守主日；第三，有做家庭的礼拜 RPG；第四，咱会当家庭聚餐来和乐做伙；第五，爱尊敬父母；第六，爱11奉献，上无至少有迄月定的奉献；第七，咱推动白纸报道，甲人介绍福音；第八，你会当做家庭的度假，经历到迄个。家庭的喜乐甲和谐，简单讲，这8项甲2项尔啦。一项是甲上帝的关系，一项是家庭的关系。有一个和乐的家庭，有一个美好的信仰，安尼就对。啊，咱用迄个较实际的方法，啊，拢甲你定数字出来，用1个月1届，一礼拜1届，一年1届，逐日，吼，啊，咱逐日、逐礼拜、逐个月，啊，一年1摆，吼，这拢。用咱的数字啊来做咱一个检验，讲，我有安尼做无？啊，所以这毋是困难，是在伫讲啊，我知有要操练无？有几项的提醒。第一，这个敬虔8步毋是结束啦，是开始。打要开始，毋是一个知识清单，讲哦，列啊，这个表做啊足水，是操练的蓝图。好像讲啊，我开始要训练马拉松。啊，我着按怎一步一步训练，啊，所以毋是真理，甲你累积起来啦，是要安怎互你生命得到翻转。只是若是讲义的标题吼，啊是要成做咱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咱若停留伫知明白学晓，
但是你无去操练，无去进步，无去调整，啊，这个敬天八部就真正是干那灵敏的资讯尔定。迄甲讲，咱手机啊，一个字落一大堆，吼，一大堆讲义资料拢有啊。这个毋是敬虔的生命。第二，无操练，咱三个较容易有的借口，吼，就是讲你定定有这个借口。第一，啊，我无时间啦，这个是逐人拢会拄到的。我无时间，伊的真相是啥物呢？毋是无时间。是你时间有等于价值无？我感觉这足重要，你都有时间。你若讲无要无紧吼，连时间都拢无。啊，这是咱毋是咧讲别人，咱讲家己，咱家己拢会拄着吼。啊，就是啊未逼着啊吼。啊，咱应该训练的，应该做的，咱做袂着，啊时间到啊才逼着。啊，所以你若感觉看重这项代志。你就有时间会出来。马太福音6章21节，咱顶礼拜有讲到，讲你的财宝伫倒，你的心也伫倒。啊，咱通常即句话的解释是较负面的，就是讲啊，你都沉迷伫钱财，你都无心伫别项嘛。但是今仔日若改变讲，你的时间伫倒，你的心也伫倒，啊，你就正面的意义啊。意思讲，你甲时间用伫有效的。对身体有帮助，对灵命有帮助呢。啊，你的重心、你的努力会伫迄个所在。所以时间无够，毋是你行程伤满啦，是你的优先的次序有对啊毋对。咱一日大概兄弟姊妹，咱逐个人拢有遐个代志啦。啊，你看列清单有无？啊，有一寡学过管理知识的人拢会知影。有4个象限，吼，啊，有的是紧急的，啊无重要；啊，有的是无紧急，但是真重要；有的是无紧急嘛无重要。啊，这4项，啊，你来去想讲，什么是要紧，啊，佫重要；啊，有的是要紧，啊，你无做嘛不要紧。啊，所以这个拢是咱会晓去判断，会晓去判断。啊，所以当你讲无时间的时阵，其实你是咧讲即件代志对我无要紧、无重要。啊，咱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啥物呢？讲啊，咱吼家庭吼，久久爱聚餐一遍啦，吼啊，咱这亲人爱见面一遍啦。你拢是讲啊，无要紧啦，有闲得来啊。咱拢定来拄着，突然间收到一张福音。讲咱某咪送某咪长辈过生去啊！讲哎呀，从早讲要去遐看一个拢无啊！啊，你又感觉无重要啊，所以要去行袂到啦！啊，人已经接到福音啊，你去看，无意义啊，敢毋是？咱嘛有常常讲，大家有机会兄弟姊妹斗阵，大家亲人斗阵，你讲啊，无要紧啊，有闲得来啊，啊，永远拢无用。啊，这拢是咱生活上，特别是这个社会有真侪。的代志，毋是你家己买，是加落去的公司的代志，啊，咱的团体的代志，啊，所以兄弟姊妹，定时伫主的面前，逐日伫咱灵修中间，甲主问讲：主啊，今仔日我要做遮侪项，求你互我知影，什么是上重要，什么是上要紧的。啊，你甲次序排了，你有一寡无要紧的事，你就会暂时甲放开啊。咱台湾出名的宣教师，就是马偕牧师啦。伊是北台湾的宣教的先锋。伊初来的时阵哦，迄阵也无车，嘛无逐项的迄款交通工具，拢是用行路的，伊一日大概爱行30公里，30公里什么概念呢？咱台南到高雄差不多55公里啦。啊，若开高速公路，伊的数字跳表是55公里。所以你若行30公里，大概对台南行到桥仔头，一日哦。哎，到北台湾，大家庄脚拢去探访，因为大家拢有一庄的教会嘛。啊，骹吼拢起拍啦，骹底拢起拍，啊，落大雨嘛无停啦。啊，人就甲问讲啊，马偕牧师啊，你是安那都爱遐尼拍拼啦吼？啊，你骹用
用骹尾慢慢行较济安尼。马介牧师安那甲应？马介牧师讲，我无感觉我失去什么，因为我的时间毋是开去啦，毋是花掉啦，我是投资伫永恒的内面。伊感觉去关心着一个艰苦人，伊去帮助一个人来领受道理，这个是伊的投资，用一日30公里，骹行路，骹破皮，但是投资着这个人得到救，伊得到生命活命。伊讲我是投资伫永恒，安尼表示讲，伊感觉行路真忝无毋对，但是伊感觉有价值。咱是大人伫摇囝，就是你感觉这有价值，所以你半暝爬起来，爱甲囡仔款，甲伊换药珠甲伊饲呢，就是你知影有意义嘛。若无，大家嘛要好困较好啊。这是第一项，时间是价值的问题，毋是有甲无的问题。第二，咱第二个错误就是讲，我惊做袂好，毋敢做。上帝毋是爱咱完美啦，是爱你开始。所以信仰毋是一场比赛，是一个旅程。是安那咱无愿意做属灵的操练呢？比如读经、甲主同行，咱拢知影讲应该做，但是你有想讲我惊做袂好，毋敢做，心伤大，还是讲期待伤大，毋过安尼做袂到，所以宁可莫做安尼。有时讲我无够属灵，我无遐尼坚持，若假使我开始搁停去安尼会真歹势，安尼吼，毋知上帝失望袂安尼？事实吼，咱爱破除即款惊的观念啦。咱太习惯用表现来评断咱的价值。讲人一年读这本圣经有够厉害呢？我读袂够，我足输人足多，用表现来评断。第二是上帝看重你愿意的心啦，毋是看重你讲有完美无。你讲我好，别人比你较好啦。真侪人去读咱台南也是全国迄好的学校。伊讲我伫我的学校原来的学校，感觉拢是1等1的学生一个去到迄个名校，讲哇，头前比我较高的天才有够多啦。你感觉讲要比较会对吗？上帝无咧甲你比较，比较讲什么人的信仰上好，比较讲什么人你读圣经比人较济。上帝爱你是讲你有愿意无？主啊，我愿意。虽然我读册足慢，咱特别为长辈读圣经读目睭会酸你要一日读伤多，你目睭袂堪一你都甲分担嘛。所以你有愿意无？比你完美更加重要。第三，敬虔的操练就是囡仔咧学行路，毋是你做了好，上帝才听你啦，是伊听你，才招你做伙行。咱常常伫主的面前，拢会想讲：哎呀，我足卑微啦，袂堪一我要服侍无落来啦。人迄敬拜团唱歌偌好听的，我这个好有声去甲迄个去食后安尼，毋知袂晓唱安尼，你就连唱都毋甘唱安尼，这毋是，这上帝爱你愿意做，伊听你，甲伊同行。第三，我信心伤少，基督徒常常讲我信心伤少，毋敢操练，这是一个属灵的借口啦。你看，连大笔连以利亚，连这个属灵的这领袖拢有信心软正的时阵啊，所以唔通讲我信心无够，所以无愿意操练。所以属灵的借口是把信心当作条件，唔是操练的起点。你讲有信心无信心，假做你要做唔做，是你都爱开始做。第二，上帝能力有错误的人物，你敢若看见家己的有限甲软弱。第三，将敬虔的生活看作表现，毋是关系。敬虔的生活毋是讲上帝爱我一年读一摆，我伫上帝面前就加分，毋是啦，是因为你甲伊的关系亲密。我可能一日干来咱读10节嘛袂要紧啦，因为这是你甲上帝迄美好的关系。第三，咱实践需要纪律需要敬虔生命的坚持。是安怎呢？讲任何敬虔的操练，拢需要一个纪律。纪律就讲有一个顺序，一个纪律。有一个属灵的老师安尼讲，属灵的成绩90%是建立伫每日的坚持内底。亲像运动，毋是一摆你就走10公里，
你一日1公里就有够额，毋是亲像欠钱，毋是一届吼，我都要欠我10万，你一个月欠1000是较完成，较紧完成。所以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原理。真侪基督徒错误感觉讲感动才要做啦，有感觉才要追求啦，啊，所以吼有感动有感觉，啊，定下这感动感觉定下有时无咧，啊，像迄水安尼，有时烧，有时冷啊，有时滚啊，有时冷叽叽。所以真正的敬虔是啥物？我今日无啥物感觉，我真无用，但是我有哪要学习亲近上帝。今日真忝啊！啊，真侪代志加做的，啊，我暂时要短时间甲主亲近，因为你搁超转来，甲上帝对齐的时阵，你真侪遐操劳，遐心内的物质就无去啊。所以纪律的操练，就是用意志选择敬拜上帝，毋是用情绪听候感动。意志，我应该礼拜日吼，我毋通为着落雨啊，莫去啦，压淡去毋好啦，会感冒啦，就是讲我就是爱去，我要去。啊，毋是用情绪，我今日期末之好啊，才要做。啊，若是心情歹，就无爱做。这拢是纪律吼。咱拢知影做兵，也是一寡操练吼，你就是无迄个借口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努力，是因为这个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有真重要，就是转化你的婚姻，改善你的家庭关系，甲咱的目标对应上帝，佮对应伫你的家庭。参与属灵敬虔的操练，咱的下一代吼，你若开始做家庭的聚会，做伙聚餐，做伙旅游，你的囡仔后摆伊会记载，讲阮兜吼，阮4大人，因互阮的信仰是活出来，毋是讲好听的，啊，毋是讲听道理那听。所以知识也毋是亏力，实践出来的知识才是亏力。敬虔毋是理念。是活出来敬虔，才是见证。咱拢真知影，甲人传福音、传道理吼，你的实践互人看，你的做人互人看，你的疼心互人看，比你讲较侪的圣经知识佫较重要。所以，咱来教会毋是要成做一个听道理的人尔，是要成做一个活出真理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既然中会有这个邀请。啊，这个毋是一年的代志哦，咱是一年，至少到2030年，咱希望逐年拢爱来推动，互你的习惯慢慢建立。后摆吼，你毋免讲，你嘛会晓做啊。安尼才是正讲咱信徒提升的一个重要。所以咱立志要成做一个行道的人。兄弟姊妹，特别咱一直咧强调，拄啊，咱教会要行至50余年，拄好一个招兄弟姊妹逐个做伙一个行动的目标。啊，所以呢，一个家庭有伊的文化，一个教会嘛有伊的文化。文化决定氛围啦，氛围决定方向。制度会塑造行为，啊，文化是咧塑造人的心。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款的文化，就有什么款的教会。当人问讲，啊，恁富强教会是什么教会？你会晓甲讲无？讲阮的教会哦，啊，就伫东区啦，哦。伫中华东路、甲东门路遐啦，你敢会晓讲这外在啦？你敢会晓讲？好，讲到富强教会吼，哦，你讲一大篇，因为你感觉讲对这间教会足认同的。啊，这个文化有疼心无？大家聚会有热情无？大家有认真在追求无？有咧认真传福音无？这就是文化嘛。啊，咱问讲，这个文化是落实伫咱富强教会。咱之前无定咧推广一个足简单的操练，讲口田、练田，啊，过来，啊，这个简单就讲的尔，有咧做无？啊，来到礼拜堂吼，啊，看到你吼，啊面吼，啊凹凸凸吼，啊，这个喙皮足大粒安尼，讲啊，到底有口田无？啊嘛无啊，啊无咧烧照问啦，啊，所以这就是文化嘛，毋是干那标语咧，啊，所以兄弟姊妹。文化毋是搭伫墙仔顶的标语。最近吼，咱教会吼，哇，有一寡54年的标语。你有注意看到今日投影片无？咱用新的投影片，你有注意看吼？咱右上角遐吼，就是咱54年啦，吼，富强50，向神奔驰拢出来啊！啊，
迄 logo 一个倒字形的8，就是无限，50的无限，这拢是咱的兄弟、咱的青年吼设计出来的呢。啊，放伫遐好看呢哦，啊是你真正讲有影，象神奔驰哦，叫你要走啊，连行都变单要奔驰，哇，迄都无实际啊，敢毋是？所以文化毋是伫墙仔顶的标语，是画出来的模样。你有一个愿景，会当激励人，但是你要持续，才会当互人留咧。你讲啊，阮富强是一个什么款的教会啊？是来都无实际，人都无要来啊。文化是种无声的规律，引出咱的行动，改变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我邀请咱大家，今仔日开始，你决志，你毋通讲啊，8项哦做袂到啊，莫规矩莫做，若无7就是0，安尼毋通。8项上无问我做一半，对毋对？啊，无做好60分敢好？啊，8项哦上无做5项，按就60分啊嘛。啊，做上简单的先开始做。像你个家庭食一顿饭敢有困难？啊，本来就咧食呢吼。啊，大家小带来佚佗，啊，这嘛有困难袂啦。啊，开始要专家做伙 RPG， 也是做这家庭这段，哇，招足歹招，上无招1摆，招1摆若气氛好哦，你就定来要招啊。邀请咱兄弟姊妹，这个敬虔8步，甲这张图卡放在你的手机啊内底。你小可影一个讲啊，这8项我到底倒一项上简单先来做。你若1项会做，你就要做第2项。到最后你讲啊，8项我拢真容易啦。吼，啊，毋是讲100%，咱都有讲我都拢100分吼，咱足完美啊。有影，我一年，咱若对会友来讲，3年读1遍圣经，读1本圣经，啊，我真正做有那困难哦。啊，无4年敢袂使？你有读比你3年做有够较要紧。愿主将即款的开力赏赐咱，咱教会呢有甲迄个白纸布道法吼印做一张即款演练的指导手册，有台语版的，有国语版的。啊，你搭配合即张吼，配合即张卡，你即先操练了会晓啊。你甲你的朋友、家内的人，还是小组的人操练了，啊，你真正摕一张吼有挂落的，啊，摕10块。啊，来去对你的朋友，先对你熟悉的朋友，袂甲你付出去迄款的吼。啊，你著好朋友讲，来啦，我招你食茶咖啡啦。啊，一个条件就是你听我讲即张啦。吼，啊，你招伊啉一杯咖啡，听你讲即张讲10分钟，安尼啊，伊应该袂排斥嘛，袂排斥啊。啊，所以是万事起头难无毋对，望咱做伙开始。时间的关系，咱要做伙来祈祷，啊来。吟诗准备要来做异地的祝福，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3个参悟啊，敬虔8步的操练。虽然有一寡阮平常时无接触，行了阮做袂好，总是主你爱阮，有开始比做完美更较好。愿你互阮真正为着敬虔的操练，会当成做永生的应允，这是阮所要努力的。愿主你赏赐阮在座兄弟姊妹，大家通有份参悟。互阮对上简单的做起，阮就发现，当阮慢慢进入习惯，这个困难就消除。阮就要看见阮的成果甲进步，领受一个对天来的祝福。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有一个短短时间要正做一个互相祝福祈祷。这时要请咱。有敬拜团的兄弟也卖过，咱做来唱这首《使我自由》吼。在唱的中间，咱就你心灵上需要关心代祷，你有肉体上的病痛，也是你的亲人需要代祷的。啊，咱请代祷团，咱的长老、咱的小组长啊，准备啊，咱吟诗开始就来到头前。啊，咱请同工来互相招呼，来吟《使我自由》。开始吟，咱就开始来哈，免客气来。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徛头前，免客气。来到我的生命，一摆拢甲摆落去哦，免客气。请
刘乐小组长、大道团准备。心中的不安，主我心啊，你的到位，到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途当当，主的心为我。欢迎兄弟来到头前，免收客不要紧吼，较人的安尼咧祈祷较方便，较人的不要紧。来到我的生命，我是我着的忧愁，赶出我心中的不安，最爱心啊。兄弟，你会当简单来对这个服侍同工讲起，你需要什么款的祈祷？伫音乐中，咱开始做服侍，咱兄弟姊妹坐伫座位，也是伫线顶的兄弟，咱有愿为着圣神愿意施落恩典医治临到伫咱中间，咱也为着家己祈祷，为着你所关心的亲人，因的需要来祈祷，愿主的听甲咱伫地，愿主的医治甲咱伫地。愿主的平安，甲咱三合伫地，咱大家做伙同心细声，也是静默的祈祷。咱请同工过来细声来吟奏诗歌，使我自由。你啊，感谢主。感谢你，我们在保守。感谢你，我们在相信主啊。感谢你，来照顾这所有服侍者，这同工你咧听。主啊，愿你施落你的应允，你的医治，你的听，你的透白，临到伫阮中间，使阮对你来属灵的自由、生命的自由、恩典的自由。感谢主。继续祈祷。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爱人，来到我的生命，我生活着的忧。咱请兄弟对座位徛起来好无？咱做来吟后壁段，有副歌的所在。心啊，你的到位，到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途当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这是奉主的名来做祝福的祈祷。主，阮的上帝，行到主你面前是阮较无，阮的心灵需要主你的医治，阮的肉体有病痛，需要你天顶赐落属灵的医治伫阮中间。彼上帝啊，你是听人祈祷的主，主你有应允，当阮有身体病痛、心灵的软弱，阮就来亲近主，因为主你要照你美好的旨意，赐落你的医治，赐落你的透棒，赐落你的平安伫阮中间。主你有应允，主耶稣为着阮受苦，阮要得到平安；主耶稣基督为着阮鞭拍，阮要得到医治。主啊，愿你将这个医治
临到伫阮所有伫你面前恳求交托的人，也伫线顶兄弟姊妹，伫阮在座兄弟姊妹中间，我来详时将阮伫周报内面所报告，在病痛中的兄弟，为人伫病院咧接受医治治疗照顾，为人伫厝内咧静养，为有肉体上、心灵上的软弱甲软弱。主啊，阮因为对你的信，知影你应允甲医治临到伫这较无追求的人，互阮看见主你的信热、技术甲透放，照着阮所找的医生，阮所食的医药，互阮心神肉体得到平安甲健康。因为主你爱阮身心灵拢伫主的面前真侪勇壮，愿主将出的应允赏赐伫阮正人的中间。感谢祈祷，我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用拍拍感谢主，请坐，请回座，大家请回座。愿主应允伫咱中间，咱的煞者要准备来做奉献。咱做伙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有特别的团队啊，就是咱永新中途之家吼。咱话十几要20位哦吼。咱的胡子林传道吼，伊来咱中间，伊是带队的。咱会请伊甲咱讲几句，讲今日迄时啊来到咱中间，要鼓励咱大家甲因斗支持。咱请胡传道来，咱请安几句来，好来。多谢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主耶稣吼，伫马太福音吼，第25章36节有咧讲，我在监里吼，你们来看我。讲门徒咧问讲，你当时伫主啊，你当时伫监狱内底，我去看你啊，无啊。主耶稣讲吼，你做伫一个上细细囝吼的亲像吼，就是做伫主的亲像。咱遮的弟兄大部分拢是食毒、啉酒，过去骹步踏错的弟兄，但是上帝听因来设立这个永新中途之家，甲因靠伫这内底，为着要互因改变生命，伫基督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这就是阮主要目的。伫遮咱知影生命改变毋是一天两天就我都做会到啊。
拄拄则即个牧师咧讲吼，咱即个操练内底吼，嘛希望讲咱3年吼爱读完一遍的圣经嘛吼。要你读完一遍的圣经嘛爱3年啊。所以讲伫主内底的操练啊，嘛是需要时间。啊，阮就是伫即段时间来教因技术，互因会当有一技之长。啊，另外一方面，靠双手哦，莫阁叫厝人寄钱来啊，有淡薄仔收入哦，会当互伊加做因的即个工作奖金吼。啊，如果说咱带我回家工作坊，如果将来生意做得很好，因就毋免出去外口食头路啊，因就蹛内底就有法度聘请因真做员工吼。所以带我回家工作坊是中途之家的一个延伸。将来阮的目标是希望真做一个社会企业，这个企业有趁钱啊，会当甲这个弱势的更生人吼，会当请因转来吼做阮的正式的员工吼，这就是阮的目标。啊，希望大家兄弟哦来多多甲阮支持，好，多谢。多谢胡传道吼，我是讲先介绍，是因为咱来介绍了，互因先就去摆摊啊。咱拄有讲幸福企业，还是讲幸福工厂，或者是讲因要做义卖，当做一个社会企业。重要一项就是讲哦，因认真做，啊品质有好，迄个事业毋得永续。啊，无咱一时的疼心，啊，甲你交管一下，以后就无趣味啊。啊，所以因真正做的足好，咱特别迄水饺吼，牧师久久啊拢会笑脸，啊，所以呢，因等下吼，因啊开始报告的时阵，因会有个人升到去吼。啊，咱大家啦有方便，啊，迄种冷冻食品有诶拢足好保存啦吼，啊，咱能甲因支持，啊，互因家己自力更生吼。我实在感觉讲，遮个少年家啊，遮个兄弟吼，因是生命的勇士。迄人吼做毋对诶，拢难免啦、坐少啦，勇敢行出来，勇敢往前，迄才是重要。咱给泡泡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年轻人哈，啊，咱开始报告的时候，你们可以先下去预备哈。咱把时间交给咱的思维。本会根据，请看周报的最后一页，咱做伙来读，请。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听我的话，搁信，猜我来迄位有永远的画名，伊已经出世伫我，毋免受审判。约翰福音5章24节。报告。下周属红堂岗苏内曾瑞平牧师赎回提摩太牧区，其他服侍同工，请咱家己来看。请看周报第4页第1点，今仔日是天才好管家夏令营的线合典礼，感谢学生、老师伫2场礼拜要献诗。夏令营总共有40位的小朋友参加，有23位是社区的学生，17位是社区的小朋友。感谢所有台前、台后卫星服侍的主日学老师、提摩太牧区甲爱餐服饰团队，愿上帝祝福。第2点，今仔日下晡2点要召开定期小会，请小会员准备心参加。第3点。后礼拜举行青年主日特别礼拜，青年是教会未来，鼓励大家出席参加，关心大道，进一步了解青年事工推动的精神甲需要。请看第5页其他报告消息。第8点的第2小点，永兴中途之家伫教会大厅举行水饺。肉干的食品拍卖，请大家会当去支持。第3小点，拜六的礼拜，该地点伫4楼的敬拜中心做礼拜，暗时7点开始聚会，请大家注意参加。第4小点，郑宏阳老师甲刘淑明老师的大查囝，要伫8月30日伫教会举行新妇转来外家的感恩礼拜。请大家做伙来观礼甲祝福。若要食喜酒的人，会当去公报拿做登记。牧区团契关怀大道，中会总会消息奉献，请咱家己来看。煞只请牧师补充。好，各位兄弟，甲咱各做一遍提醒，就是讲后礼拜吼，
咱的青少年要来主理，吼，即个青年礼拜。啊，咱看今仔日吼，因足侪青少年就是甲这主日学生做伙来献诗吼。啊，后礼拜是因独挑大梁就对啦吼。啊，所以欢迎咱的兄弟大家为着这青年人，诚做咱富强教会新的世代啊，即个属灵的领袖，啊，咱为着因来代祷吼。啊，咱其他的消息咱拢有报告伫遮。啊，后礼拜咱要请李信尼老师来解释讲，啊，咱要推动迄个赞美诗歌的竞赛，啊，看有啥物款特别的邀请，啊，咱请伊来做报告吼。啊，其中佫一项就是讲，咱也有即个8月初早要举行49周年咱的感恩礼拜，啊，佫有即个洗礼吼。啊，咱若会当，兄弟你有鼓励，有想要受洗，也是健身的，也是讲要信仰告白，尽量伫即礼拜咱家完成来报名吼。啊，互咱安尼准备吼，要做学道班，啊，要做操练会较好势安尼吼。好啊，咱特别鼓励咱伫即个8月30有咱即个洪阳兄甲苏明姐伊的查某囝的过灵的礼拜。啊，普通咱是参加婚礼啦吼，啊，毋过过灵礼拜。是安怎吼？啊，欢迎教师大家踊跃来参加，特别楼骹吼有要参加因的喜宴的，啊，咱通登记，啊，互因紧紧吼到月底啊，通准备即个道声会较好势，较准备。最后一项牧师要邀请咱来代祷啦，什么代祷呢？咱知影讲过来拜六吼，咱台湾有足侪地区要举行迄个罢免的投票。啊，你想看这咱台南都无啊，无关系啊。啊，事实咱。毋是讲什么党什么党啊，啊上支持无支持，咱会友拢家己心中有一把尺，咱只有祈祷，互咱台湾吼平安，台湾无冲突，台湾无互相的怨恨，台湾啦吼看起来水水也好好啊，啊民主啊，啊若就震动一下要倒就倒哦，你毋通啊看做讲啊这台湾咱惯势这个好的生活是足自然的哦，迄对面吼。虎视眈眈啦，要甲你食去，要甲你吞去，咱若无敬虔祈祷，真正咱心内，你虽然安稳是安稳，会惊会烦恼，所以咱为着台湾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啊会当有民主的社会来祈祷吼。啊，咱台南地区无即款的公投，无迄个投票，啊，伫北部真侪所在，咱为着即个会当真顺遂啊来。祝福来祈祷，吼！咱为着这样事来关心祈祷，多谢。上英，请起立，敬全手，愿主赐福保护你。现时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兄弟应更变就力，也应主必宽待你。愿主兄弟常常看顾你，守守你平安。大家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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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走甲。